今年的北港高中为着要让百姓国小甲建国高中的女子排球队会当留伫家乡继续来拍球，特别来成立着高中女子的排球队，但是无经费，关议员蔡国如就来牵线，请运动用品的业者到乌燕来寄付着衫裤甲专业的护具，一来互选手有更加安全的体育环境，二来企业嘛来尽一份的社会责任。这学生是北港高中今年多成立的女子排球队，因为多成立较无经费，透过民意代表找运动用品业者，捐给到10万块护装加专业的护具。送来这一批非常专业，是选手级的这一批的一个护具，希望能够保护这些同学们。北港高中校长江耀基表示讲，感谢各单位甲企业的支持，嘛强调会成立女子排球队，是因为要让百姓国小甲建国高中女子排球队会使留伫家乡继续拍球，来进入高中排球甲级的联赛。那未来这些孩子都有可能是变成我们北港高中女排的第2代女排的选手。虽然都成立第1年，不过只有学生囡仔长期拢参与排球这项运动，所以讲真信心会使伫未来为学校争取好成绩。好，来，乡亲。